咁執着呢就發展成為我執。依家一切凡夫都認為身體係我，佛同我哋講呢個身體唔係我，你執着呢個身體係我，大錯特錯，咁叫我執。破咗我執就證阿羅漢，就出咗三界。換句說話講，你如果有我呢個念頭在，三界就出不了啦，決定喺輪迴。所以輪迴從邊度嚟嘅呢？我執造成嘅。如果有法執在，就不能見性。禪宗講明心見性，就見不了性。法執破咗就見性，我執破咗就出三界，就脫離輪迴。所以各位諗一諗，佛法大小乘，法門好多，任何一個法門都可以幫助你出三界，都可以幫助你修行正果。呢個喺理論上講係平等嘅，事實上呢，你自己去諗一諗睇，你仲有冇我呢？如果有我呢，咁你修行嘅功夫唔到家啦，三界出不了啦。如果我冇咗，三界至出得去啊！各位諗一諗，正話我哋講嘅生老病死、求不得、怨憎會、愛別離、五陰熾盛，呢啲都係從邊度嚟呢？都從我嚟嘅。如果我冇咗呢，我冇咗生老病死就冇地方落腳啦，所以一切苦都冇啦。知道係一切苦都係從有我而嚟嘅。所謂佢嘅根係執着，法執就係演變成所知障，我執變成咗煩惱障，無量無邊嘅煩惱都係從我而嚟嘅。呢個要知道。所以佛法自始至終破兩種執着嘅咋。我執破咗，正話講啦，小乘就畢業啦，證到阿羅漢啦。法執如果係破盡啦，就成佛啦。咁依家講呢個直光菩薩，我執當然冇啦。方便土嘅菩薩，我執就冇啦。梵性同居土有我執，方便土以上就冇啦。雖然我執冇啦，法執冇破乾淨，只破咗一部分或者係一大部分，仲有一小部分嘅法執冇破乾淨，咁就叫做法身滲漏。滲好似我哋嘅杯一樣，呢裏頭有裂痕，裏邊裝嘅水滲出嚟啦，漏出嚟啦。比喻呢個意思，佢仲有一啲破損，呢啲係比喻，並唔係法身真正出毛病啦。法身唔會出毛病嘅，用呢個比喻，真相流注，呢個真相就係本性，就係真如本性。到呢個直光究竟呢，實在講係法執斷盡啦，完全冇咗啦。所以真如本性圓滿嘅顯示出嚟，所以佢嘅受用係清勝圓滿究竟樂。呢個地方我哋亦要知道，大乘呢個實報土嘅菩薩，實報土就係你一心不亂嘅菩薩，破一品無明，正一分法身，佢就得
清淨之樂，但清淨佢冇圓滿，佢冇究竟，所以原初住菩薩同佛通通都清淨，一個圓滿，一個不圓滿，一個究竟，一個不究竟，但係都係清淨。咁呢啲係四種呢個淨土裏邊苦樂作一個簡單嘅報告。下邊呢一段可以講係結論，亦係教俾我哋修學嘅原則。現同居眾生，以持名善根福德同佛故，願淨四土，願受諸樂也。呢個一句解釋我哋每一位同修要緊緊嘅記喺心裏邊，呢個係一切經論法門裏邊所冇嘅，所以呢個經喺一切佛經裏邊稱為第一經，就係呢個道理。一切法門裏頭最殊勝、最不可思議，亦喺呢一句當中。同居眾生正係指嘅我哋自己。我哋今日能生極樂世界，能見阿彌陀佛，我哋未斷煩惱。換句說話講，兩種執着都冇破，呢啲叫做大業往生。呢個業就係我執與法執兩樣嘢，我哋帶住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並冇將佢斷除。咁我哋所用嘅方法係信願持名。對於西方極樂世界，對於阿彌陀佛，我哋決定相信，冇一絲毫嘅疑惑，咁叫信。我哋一心一意嘅向往西方極樂世界，一心想見阿彌陀佛，呢個係願。用咁樣嘅信願嚟念呢一句阿彌陀佛嘅名號，叫做持名。如果冇信願，念呢一句阿彌陀佛佛號唔叫做持名。咁叫持名念佛。持名念佛嘅底下講啦，善根福德同佛，同邊一尊佛呢？同阿彌陀佛，同釋迦牟尼佛。本經後邊講啦，釋迦牟尼佛之所以能成佛，就係念佛成佛嘅。亦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，一切諸佛最後修行成佛，都用呢個方法。所以唯有信願念佛，
呢個善根福德只能達到究竟圓滿。你修其他嘅法門，冇錯，係有善根，係有福德，善根福德不究竟，不圓滿啊！唯有念阿彌陀佛，你嘅善根福德會圓滿。你要問啦，點解念阿彌陀佛善根福德就會圓滿呢？呢個問題，各位如果係深入無量壽經本經嘅疏抄同要解，你如果係熟透啦，呢個答案啊就明白，確實不可思議啊！圓淨四土着重喺圓字，圓係圓滿啊，一絲毫欠缺都冇啊！咁換句說話講，呢種殊勝嘅功德利益，除咗成佛之外，等覺菩薩呢個淨土未圓，諸樂受樂亦未圓啊！等覺菩薩仲有一品生相無明未破，所以佢唔圓滿。試問下，我哋念阿彌陀佛，帶業往生，生到西方同居土下品往生，我哋嘅享受居然係圓淨四土，圓受諸樂。咁我哋要問，蕅益大師講呢啲說話係唔係過分咗呢？真嘅係咁樣啊嘛？邊個能相信呢？各位學佛，對於佛嘅經論研究得唔多，我呢一講，你哋都點頭，都相信啊！呢啲係你哋有福氣啊，唔容易啊！如果佛經念多啦，睇到蕅益大師呢啲說話，哎呀，蕅益大師太過分啦，路往賣瓜，自賣自誇，邊有呢個現象呢？一定會起疑惑，所以呢個法門叫難信之法啦。蕅益大師講嘅話係真噶，我哋點能夠肯定佢係真嘅？各位去念無量壽經，你去念48願，無量壽經第6章48願，你念下睇，係咪呢個意思？所以確確實實有經典做依據，蕅益大師嘅說話唔係隨便講嘅。我哋今日能夠遇到呢個經典，遇到呢個法門，呢個真係古人所講嘅無量劫嚟稀有難逢嘅一日，我哋今日遇到啦，能夠逢到啦，呢個係最值得我哋慶幸嘅。只要呢生當中把握住機會，唔好失去，決定成功，我哋所得嘅樂係圓滿究竟之樂，所斷嘅苦係斷得乾乾淨淨，一絲毫亦唔會剩低嘅，咁至係天上人間第一等嘅大福德之人。
再睇下邊一段，復是極樂最勝，不在上三土，而在同居。呢句話講得太好啦！良義常之，則十方同居，順其殊特。下又可遇此土較量，所以凡夫幽入而從容，橫超而度越，佛說苦樂意在於此。呢個係指出佛點解喺呢個經上特別注重讚嘆西方世界之樂，又多講我哋呢個世界之苦。佢講呢啲說話用意啊喺邊度呢？偶遇大師為我哋解釋話，就係呢一段。咁厭苦求樂呢啲係人之常情，邊一個人唔想得樂離苦呢？但係苦能離開咩？樂能得到咩？俗語時常講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人有命運，富貴窮通，乃至於生死都有定數啊！凡夫好難逃得過定數嘅，但係定數可唔可以逃脫嘅？可以嘅。咁要在乎你自己啊！修福積德，我哋世間人，無論係中國人、外國人，大家心目當中所求嘅都係一樣嘅，求財富。邊一個人唔想有錢呢？錢越多越好，外國人亦不例外。我喺達拉斯遇到外國人，問佢要求乜嘢，佢哋亦求財。求聰明智慧，求健康長壽。古今中外，問問大家所求嘅，呢個大概都排喺前三條。而呢啲咧，確實有定數。求係妄想啊，妄想點會求得到呢？求唔到嘅，日日打妄想，求唔到嘅。求神明保佑，外國人求上帝降福，嗰啲叫迷信啊！嗰啲叫千眉巴結鬼神啊！鬼神有權能幫助你嗎？冇嘅，嗰啲叫迷信啊！嗰啲叫妄想，迷信妄想無濟於事。
求唔到嘅。所以佛教俾我哋唯有修福積德，咁至能真正改造命運。所以人不能冇福啊，不能冇德，有福有德，你所求嘅呢三樣嘢自然在其中。冇福德，縱然得嚟啦，亦好快失去，保唔住嘅。所以福同德就重要，非常非常嘅重要。佛教俾我哋呢個世間呢啲叫小事，財富、聰明、智慧、健康、長壽呢啲小事啊，點樣能收得呢？能夠得到呢？呢得到係命裏頭冇嘅得到叫真正得到，有嘅得到咁唔算係得。命裏頭確確實實冇。佛教俾我哋呢三種係果報，果必由因，你修因就能得果。種瓜係因，得瓜係果；種豆係因，得豆係果。要知道因果。咁我哋想要得財富，財富係果報，因係乜嘢呢？因係財布施，你能夠施財，能施財，你得財富；能施法，你得聰明智慧；能施無畏，你得健康長壽。呢三種係因啊，你唔修因，邊嚟嘅果報啊？乜嘢叫施財？我哋係以財物，人哋有缺乏嘅，人哋有需求嘅，我哋能夠幫助佢，能夠歡歡喜喜嘅幫助佢。你種咁樣嘅因，你命裏頭就增加咗財富。所以唔可以貪財，唔可以論財，論係捨不得，要捨得。呢個捨得亦係佛教嘅名詞，捨就係施捨，你能捨底下就會得到啦，你不捨就不得，所以一定要能捨。法布施，法係方法，人哋唔識，我哋歡歡喜喜嘅去教導佢。呢個果報得聰明智慧，無畏係人哋有恐懼，身心不安，我哋能夠幫助佢，令佢身心得到安穩，離開恐怖，咁叫施無畏。果報係健康長壽。咁喺佛法裏邊非常明顯表現嘅，譬如講係不殺生，呢啲係施無畏；不惱害眾生，不殺害眾生。素食係施無畏，不食眾生肉，眾生對你唔會有恐怖，呢個得嘅果報
係健康長壽。咁佛同我哋講嘅真嘅係有道理嘅，呢個係世間世嘅果報，世因得世果，呢三種詩叫世因，得世間嘅世果，財富、聰明、智慧、健康長壽，世果報。呢個念佛啊，係大福德，係最上無比嘅大福德。佢係直接將阿彌陀佛無量劫中修行嘅善因善果，通通作為我哋依家嘅修因。你講呢個真正不可思議啊！所以念佛嘅果報能超越六道輪迴，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一生成佛。呢個事情知道嘅人確實唔多，所以我哋講嘅係修福積功累德，信願持名係第一啦。呢個係無量嘅福，無比之福。一生當中願淨四土，願受諸樂。換句說話講，你哋係將佛果地上嘅呢個福德攞到我哋做修因。所以你如果真正明白呢個道理，知道呢個事實真相，你唔可能唔念佛，而且你一定念得非常勤快，你唔會中斷。點解呢？受大因證大果啊！嗰個大果報呢啲細嘅通通喺裏頭，全部都包括啦。細不能包大，大能包細。所以呢個世出世間，一切善果通通在其中。咁呢個係極讚嘆極樂最殊勝嘅，呢個係同居土。點解講喺同居土呢？十方一切諸佛都有四種淨土，我哋釋迦牟尼佛亦不例外。我哋依家居住呢個地球就係釋迦牟尼佛嘅梵性同居土。咁要同極樂世界相比，信其殊特，信係差一等啊，同西方世界比要差一等嘅，冇比唔上西方世界嘅殊勝，比唔上西方極樂世界嘅奇特，呢啲不能比。呢個係講十方諸佛嘅同居土，比唔上極樂世界。下邊又特別講，同我哋呢個世界相比，又可以此土較量。我哋呢個世界呢，同西方世界咁相差得更遠啊！所以凡夫憂入而從容，呢個話就係講六道凡夫，唔單止係我哋呢個世界，十方一切諸佛世界都不例外。
要想超越六道，超越輪迴，係一件非常困難嘅事情。各位諗下睇，煩惱我執要斷盡，至能夠超越輪迴。呢啲係一個好現實嘅事情擺喺我哋面前。是非人我，貪嗔癡慢，能斷得了嗎？縱然得禪定，定中不起作用，定中不起作用，將呢個煩惱伏住，冇斷就出不了三界。所以世間禪定分成8等級，叫四禪八定。呢8個等級呢，就係睇你定功嘅淺深，你能夠伏幾耐。換句說話講，你能夠控制幾耐，佢不起作用。最高嘅境界，呢個係第8定，飛上飛上天，四空天裏邊最高嘅。佛同我哋講，佢能夠控制呢個煩惱不起作用，能控制8萬大劫。呢個係六道裏邊禪定功夫最好嘅人，都叫做世間禪定。不能超越六道，就叫做世間。比呢個定功更深一層，叫第9定。第9個階層，咁出咗三界啦，咁叫證阿羅漢。所以阿羅漢嘅定功係第9定，我哋通常叫9次第定，咁至能夠出得了三界，唔容易啊！依家呢個法門，只要我哋具足信願行，老實念佛，就好容易、好從容嘅超越三界啦。宏超而道越，宏超係不必經歷四禪八定，唔使經歷啊，就從人間就走出去啦，就出去啦，咁叫宏超。古來祖師同我哋講，呢個法門叫萬修萬人去，說明佢容易。我哋喺無量壽經、喺疏鈔、喺要解裏邊，睇出古人所講嘅呢件事實，真實不虛。即使喺呢一生當中做作重大嘅惡業，
5億10惡，果報喺地獄啊！依家呢，呢個地獄果報仲未現前，呢個時候念佛求往生依然嚟得切，一樣可以成就。呢個就係幽入從容嘅意思啦。兩個世界仔細做一個比較，做一個較量，我哋信心現前啊，願心可以建立啦。只要深深相信極樂世界嘅殊勝，以真信、真願求生，一心一意嘅念佛，經論裏邊所講嘅一切境界，我哋自自然然都得到受用。呢個係蕅益大師為我哋講出佛苦口婆心，說明兩個世界苦樂狀況嘅用意。我哋再睇下邊經文，又舍利弗，呢度又叫住舍利弗嘅名號。前邊講過，凡係叫住名字，下邊經文都特別重要。極樂國土七重欄巡，七重羅網，七重行樹，皆是四寶周匝圍繞，是故彼國名為極樂。呢一段經文係說明西方世界地利之樂。我哋中國人喜歡講天時地利人和，喺西方世界呢三個真嘅都具足啦。呢個係地利，亦係說明離苦得樂之益。呢一段係講居住嘅環境，呢個係介紹西方極樂世界。我哋去到嗰度嘅時候，居住嘅環境大致嘅情況。欄巡就係欄杆，呢個各位如果係有休閒嘅時候，我勸大家到中國大陸上去觀光旅遊。咁去大陸一定會去北京，你睇睇北京嘅皇宮嗰個建築，一道一道嘅欄杆，雕欄玉砌，非常嘅美觀。呢個欄巡就係講嘅呢個欄係橫嘅，巡係豎嘅，豎嘅叫巡，橫嘅叫欄。羅網依家喺中國好似我冇見到過，從前有可能都被破壞咗。
依家亦冇收復。到日本可以睇到，日本佛教亦好興盛，寺院佢哋保養得非常之好。講到日本，近百年當中欺負我哋中國人，中國遭受咁大嘅災難，呢個災難確確實實係日本人帶俾我哋嘅。但係我哋到日本去睇，對呢個民族亦不能不佩服。佢哋雖然以全心全力吸收西方嘅科技文明，但係對於佢哋自己國家固有嘅呢啲嘢保護得非常完整，唔似我哋中國全部都糟蹋破壞咗。呢啲宮殿多數係唐宋時代建築嘅，我睇咗好多好多，佢哋呢個建築結構係用漢唐時候嘅結構，唔似中國大陸。中國大陸好多寺院係明清，明清外邊非常華麗。呢個飛檐，日本呢個飛檐少見，係漢朝時候嘅樣，非常嘅莊重，非常莊重。咁所用嘅材料，即使佢壞咗，喺修復嘅時候仲用同樣嘅木材，同樣嘅方法，同以前一模一樣，不能不叫人敬佩。殿宇好大，你入去之後一塵不染。所以呢個國家能喺二次世界大戰戰敗，再能夠企起嚟復興，成為全世界大眾所尊敬嘅，唔係冇道理啊！我哋睇咗之後，真嘅生慚愧心，特別係中國古禮上所講嘅，喺中國已經見唔到啦，到日本都仲能睇見。我哋讀禮記，禮記裏邊講嘅嗰種生活方式、儀式，喺日本都仲保留住，唔容易。日本人着嘅衣服，我哋依家叫和服。喺從前呢，亦叫吳服。嗰啲衣服叫吳服，嗰啲係乜嘢時候？春秋時代、戰國時代，吳越。佢哋係從吳就係依家嘅江蘇，係從嗰個地方將我哋中國嘅衣服帶翻去，一直保留到依家。佢嗰個和服就係吳服啦。佢哋住嘅房屋，一切生活文化，全部係我哋中國春秋戰國嗰個時代嘅。今日仲保存喺我哋中國已經絕跡啦，冇啦，揾唔到啦。我嗰一年到日本去，日本人修馬路，呢個有一條路係古道，
佢哋喺都市計劃嘅時候，馬路修喺古道嘅外邊，呢條古道完完整整嘅保存住石仔路。呢啲地方值得我哋深思啊，值得我哋尊敬。對於古蹟之愛好，對於古蹟之保存，真嘅係世界第一。所以喺日本呢個大嘅寺廟裏邊，我哋睇到羅網。羅網啊，係用銅絲製成嘅。銅絲佢係保護梁洞，因為佢呢個梁洞咧都係高度嘅藝術品。一個係防灰塵，一個係防雀去做竇嘅，去做竇，所以防止呢個叫羅網。橡樹呢啲係樹木，橡係講呢個樹木種植得非常整齊，非常美觀。呢啲係略舉三種。呢個樹木都用做漆，或者有人睇到呢個字，每一家都係七重欄楯、七重羅網、七重橡樹，咁睇耐咗就討厭。呢啲有咩好睇啊？家家都一樣。所以各位要知道，呢個七唔係數字，唔係個數目字，七代表圓滿，代表圓滿。咁佛經裏邊常用嘅用七代表圓滿，用十代表圓滿。啲數字1到10係個圓滿嘅數字。七點樣講法呢？七係講四方上下當中，咁就圓滿。圓滿就係稱心如意。你喜歡乜嘢樣，佢就變現乜嘢樣啦。能夠稱自己嘅心，滿自己嘅願，就叫圓滿。用七嚟做代表，係呢個意思，而唔係一個數字。如果我哋將佢睇做數字，咁就錯啦。所以佢係表法嘅。咁蕅益大師喺呢度講佢係表呢個七重，表七科道品，四寶表常樂我淨，佢係表法嘅。咁呢個講法講得係非常之好。係唔係只係呢一種表法呢？唔止，佢所表嘅係無量無邊。所以佢至真正係圓滿。如果代表一種兩種，咁就唔係圓滿啦。佢代表嘅係無量無邊。所以呢個世界決定稱心滿意，無一絲毫缺陷。咁呢個意思，我哋喺無量壽經裏邊可以圓圓滿滿嘅見到，清清楚楚嘅說明。釋迦牟尼佛、阿彌陀佛為我哋講得好詳細、好明白。四寶下有注解，周匝圍繞。周匝係一重一重圍繞住居住環境，是故彼國名為極樂。我哋再睇底下嘅注解。咁啊，正話講過，佢呢個表法係究竟圓滿嘅表法。
說之不盡，叫不可思議。偶益大師喺呢度係為我哋講出一個意思，呢啲就代表七科道品。四寶表上樂我淨四德，周匝圍繞者，佛菩薩等無量住處也。皆有四寶，則自功德深。周匝圍繞呢，則他言勝遍，此極樂真因緣也。咁偶益大師為我哋講嘅呢個表法係好有道理，講出西方極樂世界無比嘅殊勝莊嚴，從邊度嚟嘅？西方極樂世界係果報啊，果必由因，究竟係乜嘢因緣成就咁殊勝嘅果報？咁呢個因緣細說喺無量壽經，偶益大師用最簡單嘅言語，將無量壽經上所講嘅，為我哋一一點示，呢個係非常難得。咁呢個係講嘅佛係阿彌陀佛，菩薩凡係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嘅人，都係菩薩。我哋呢個世間有六道，有十法界。西方極樂世界冇六道，冇十法界，只有兩種人，一個佛，一個菩薩。所以呢個世界就非常非常嘅特殊啦，說明阿彌陀佛與諸菩薩大眾嘅住處。西方世界係平等世界。無量壽經48願係淨土中最原始嘅根本經典。48願係阿彌陀佛自己講嘅。十方世界嘅眾生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之後，身體相貌同佛完全相同。各位要知道，我哋呢個相貌係福報。你睇嗰個有福嘅人啊，佢生嘅有福嘅相。聰明人聰明相，長壽人有個長壽相。啲相貌係果報。假如每一個人生到嗰度去，相貌都同佛一樣，咁佢嘅福報一定同佛一樣大，佢嘅智慧壽命一定同佛相同。果然冇錯，48願講嘅一啲都冇錯。所以偶益大師喺呢度講，我哋信願持名嗰個福德、善根福德都同佛相同。所以呢個信願持名真正不可思議，呢個係世出世間所有一切嘅業因都唔能夠同佢相比嘅。呢個念佛人係真正有福啊！念佛人不但天地鬼神恭敬你，
十方諸佛讚歎，一切菩薩都敬重。我哋點解唔收呢？點解俾呢啲鬼神笑話呢？甚至於招來一啲侮辱呢？呢個係大錯特錯啦！請掀開經本28頁，第28頁第三行，七重表七科道品，四寶表上樂我淨四德，周匝圍繞者，佛菩薩等無量住處也。皆四寶則自功德深，周匝圍繞則他賢聖遍，此極樂真因緣也。咁呢個係總說西方世界嘅殊勝。咁殊勝究竟從邊度嚟嘅？呢一段講得非常嘅清楚。呢個一個係自功德深，一個係他賢聖遍。咁呢個兩句，呢個係十方一切諸佛剎土裏邊冇嘅。咁我哋發願要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實際上亦就為咗呢兩件事情。喺呢個世界，我哋想斷惡修善，積功累德，非常困難。呢個困難呢，就係障礙太多啦。用現代嘅說話嚟講，我哋修學嘅環境唔好，處處都有阻撓。咁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呢啲係得阿彌陀佛本願威神嘅加持，令我哋自己斷惡修善，積功累德嚟得容易。咁第二呢，佢嗰邊人事環境非常殊勝，諸上善人聚會一處，呢個係其他諸佛國土裏邊都揾唔到嘅。西方世界冇一個做惡嘅人，冇一個有惡念嘅人，呢個係非常非常之難得。所以殊勝莊嚴喺一切佛剎當中，極樂世界係第一。咁蕅益大師喺呢度為我哋講出呢個七嘅表法。前邊曾經同各位報告過，表法嘅呢個意思非常之多。大師喺呢度係略舉一種，我哋不能呢個外嘅睇到只有呢種講法，咁就不圓滿啦。佢嘅講法係無量無邊，呢個七係代表圓滿嘅意思。咁七科道品呢，亦係圓滿。呢個七個項目將佛法裏邊大乘小乘呢，通通都包括咗。後邊啊，一條一條嘅再嚟介紹。呢個四寶就係聖德，上
樂我淨呢個四種聖德，通常講呢個法身般若解脫，呢個係時常講嘅三德。呢三種啊，每一種裏邊都有常樂我淨。法身裏邊有常樂我淨，般若裏邊亦有常樂我淨，解脫裏邊亦有常樂我淨。咁由此可知，常樂我淨實在講係遍一切法，但係要覺悟、要見性嘅人，自有自遍一切法。迷嘅人呢？呢個我哋講凡夫，實在講啊，呢四個字係有名無實。我哋所感觸嘅呢個宇宙人生啊，係無常嘅，係苦嘅，係無我而不淨嘅。咁邊有呢四樣嘢呢？點不知呢四樣嘢真有。咁呢個亦係圓滿嘅意思，因為呢個常樂我淨遍一切法，所以佢就圓滿啦。可見得七真正嘅意思係代表圓滿。呢個周匝圍繞，周匝係周圍，就係周匝圍繞住。咁呢個係講嘅佛菩薩嘅住處，亦就係佛菩薩所在之處。或者我哋會懷疑，菩薩眾多，呢個係冇疑問嘅。阿彌陀佛只有一尊，阿彌陀佛點解亦圍繞呢？其實各位如果去讀《觀無量壽經》就明白啦。喺西方世界，十方世界去往生嘅人無量無邊啊，太多啦，數不盡啊！呢無量壽經上講嘅係真話，數不盡㗎。阿彌陀佛一個人要應付咁多嘅菩薩，唔好講西方世界，講我哋呢個世界。我哋呢個世界人口只有40億，如果我哋見美國總統，呢40億嘅人有幾個能夠日日見到佢呢？冇法子啊！唔好講40億啊，就係美國呢一個國家見佢總統，亦唔可能日日同大家見面。咁我哋到西方極樂世界親近阿彌陀佛，想一想，冇指望啦。點不知阿彌陀佛嘅化身啊，無量無邊。化身同真身無異無別。因此，每一個往生嘅人，時時刻刻都見到阿彌陀佛、觀音世子。經上同我哋講，西方世界般
寶樹眾多，太多太多啦。每一尊寶樹下邊都有西方三聖喺嗰度講經說法。佛真嘅圍繞我哋嘅住處，菩薩更加唔使講。所以阿彌陀佛嘅化身喺西方世界亦係無量無邊。